为了让台南市民更加契机，原本下早要出国的市长黄伟哲，为了迎接草话执行长苏姿丰伫台南的演讲，市长嘛改变行程，带领议员过访伊的市政总质询，嘛只间耽误市长20分钟。会中，议员就市长第二任6档的任内，每一件来检讨市长的政见。当然好的部分，议员嘛鼓励。另外，伫市长的下半场任期，议员嘛希望市长爱勇敢来做梦。这6年之间，你是拍底。那这6年里面，你打底了之后，是不是该起飞了？是不是应该起飞啊？是就要勇敢做梦，大胆起飞。有啊，因为我们现在第一个社会住宅也圆梦了啊，第一个那个特色公园也圆梦了。这个还是我们这所有的民意代表在后面鞭策，看看其他的县市各的发展的状况。其实我们台南市很被动，而且有一些事情比较消极啦。可是在我手里圆梦，钱的问题嘛，钱的问题。没有在我手里圆梦的啊。啊，对啦，在你的手里圆梦啦。其实。当然，市政府一直在动，一直在动，但是后面推动的这些鞭策的力量，其实是最大的力量。没错，这些都是代表着台南市民的一些民意哈。所以市长还是要好好去我们来检讨一下啦哈。除了盘点市政建设的推动，另外伫市政满意度方面，议员以远见杂志的调查，台南市去年4星，今年4.5星，去年甲今年拢是6都排名第3。议员希望市府团队继续努力，卖做永远的第3名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